的身体健康真要紧的大代志。有一个19岁少年家去食麻辣火锅，就是大咸超咸的迄种火锅。过顿工胸口嘛起痛，要吞物件搁较痛。到病院照胃镜不得了，这个食道的中段有1公分大的孔，有4孔，看着真惊人。胃肠科的医师讲，咱若是食大烧、大咸的物件，若是无甲保护油，就甲吞落去，这个物件会掉伫个食道底站来停留，可能就会伤到食道，进一步就会形成溃疡。麻辣锅加上牛肉，一食落身体随便烧热。随着天气变寒，袂少民众喜爱食麻辣锅。不过，这种高温、搁真刺激的食物，食多恐惊对食道造成伤害。胃肠科医生发文章讲，一位19岁查甫人食麻辣锅了后，隔天胸口开始真翕真痛，照胃镜检查才知影食道中有4个1公分的空喙是宽形的，推测是高温度的咸油造成食道黏膜灼伤。如果我们吞进去的食物非常的刺激，譬如说温度非常高，或者它是刺激性饮食，那在吞咽的过程中可能没有仔细咀嚼，造成它在食道有短暂几分钟的停留。那停留的这段时间，热度可能对食道就会造成伤害，形成这样的溃疡。医生讲，就像甲烧水滴入去塑胶管啊，高温会造成管啊变形，烧不停伫食道愈久，嘛会造成发炎，尤其愈咸愈刺激，状况会愈严重。只是这种案例无常常发生。只要用胃乳或者是一些药物，大多数1周内就会修复。那要避免这样的伤害，就是我们吃东西尽量要细嚼慢咽。那对于太烫、太刺激的，最好也稍微放凉一点再吃会比较好。医生提醒，若是食道已经开始无爽快，都要尽量食较清的配滚水，或者是食流质的食物，而且片面出来吐，防止发炎或者是空喙继续恶化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